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木沙的指南宫，今仔日庆祝李洞宾成功祖成道1142周年，现场来真济达官贵人。 总统蔡英文、前总统马英九拢来了。啊，针对着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到美国访问的时阵，伊讲这个9·2共识是无共识的共识，是互马英九甲洗面。讲这个当时的状况，确实是有共识来存在。另外，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出口中国，民进党甲这个笑胜利的马英九的 A 克法。 马前总统讲，若是 A 克法遮尔啊差，为什么蔡总统无爱赶紧废掉呢？木沙指南宫庆祝成功祖成道1142周年，总统蔡英文头一日到现场。祈求指南宫护塞李先祖保庇台湾，同时嘛宣传边境的政策。3+4这个新的制度已经上路。 随着国际社会陆续松绑防疫边境的限制，我们也会持续的检视相关的措施，做好边境把关。到现场祈福的唔那蔡总统尔，前总统马英九嘛有来。同一个空间主办单位将这个动线有超过王不见王。马前总统不办民进党将中国无要石斑这条胜利的头壳顶，为了这点呛蔡总统。 如果马英九做了这么坏的事情不废掉，蔡英文应该做啊。那蔡英文在干嘛呢？有争议的也有国民党两岸的政策，因为党主席朱立伦最近去访问美国，演说的是讲9·2共识是无共识的共识。两岸都支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，但是对于一个中国的含义啊，大家解释不同。说我们可不可以用口头声明的方式各自表达你们的建议，我们充分尊重与接受，这表示有共识了。 所以共识是一定有的。马英九阁讲起了当时的情形，不过要说服国人9·2共识是一个共识，可能国民党的党内爱先有共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